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评选，选出6本对囡仔角度思考来编写的布袋戏剧本，而且拢是用台语创作的。这团艺中心也会找剧团来搬，希望让更加侪少年人接触到传统戏曲。台顶在咧搬布袋戏，布袋戏是台湾的传统戏曲之一。但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发现，真侪传统戏曲的剧本，故事拢是以大人的视角来写，真正有为儿童设计的传统戏曲剧本。我们希望推广戏曲是把青年的这个时代的 DNA 放进这个戏曲里面。另外一个就是，我们大部分传统戏曲都是为大人创作，大人的忠孝节义，可是小孩子有些时候听不懂。团艺中心希望传统戏曲会当转换角度，以囡仔的想法出发，所以举办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评选，有6本儿童布袋戏剧本入选，拢是用台语写的。第一位作品是咧讲民间信仰好爷的故事，未来会由真婚林去掌中剧团扮演。透过这样剧本，好。看到的观众，不管伊几岁，不管伊是囡仔还是大人，伊当透过这个剧本，伊会感觉啊，这个故事足趣味的，台语足好听的，台语内底有足侪爱俗眼。布袋戏较早就牛头马面，喺伫地角内底牛头马是足恐怖的，足歹的啊！即嘛毋是咱来甲这所有的动物拢变做可爱版。对阮去翁仔的师傅来讲，毋通阮做哦，连阮的翁仔都是挑战。真婚林有掌中剧团表示，要跳出传统，帮互囡仔看的布袋戏、翁仔、布景、音乐，拢着爱重新设计，是真大的挑战。这摆入选的作品有3本剧本，会甲布袋戏剧团合作实际演出。除了伫团艺中心表演，也安顺到全国各乡15间国校巡演，成更较侪少年辈来熟悉传统戏曲。记者郭林卓凯台北报道。